过什么样一个生活？是因为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语，愿意听他的话，一直到今天，虽然还有很多的困难在我们眼前，可是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帮助我们就可以更加容易的面对这些挑战。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不是，是神一直在引领我们做这些事情。这位神是这样爱我们的神，这位神是常常保护我们的神。听他吧，各位。Kita dengar suara lepas pada petai kita sampaikan. Karena iman lima puluh kita panggil kami tolong pasamaan longot mulai anda bang suara kita cingkrang. Kita dengar suara kapan aku kita dengar tolong kita bang kita sampaikan. Tolong lihat. Karena iman lima puluh kita panggil kami tolong kita.天父上帝，我谢谢你，主你是这位创造宇宙、正是主是有全能的上帝。主你不仅是有威严，主你有温柔，你赏赐你的恩典给我们，要么领受你的喜乐，主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愿意奉献我们自己，我们愿意交托主权，我们愿意把你当作我们的上帝来敬拜你。我愿意在侍奉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在婚姻的时候里面、在亲子的关系中间，我们都愿意常常把主摆在我面前，把上帝放在首要的位置。当日子做的时候，有上帝；每一件事情当我们都愿意为上帝而做的时候，主的劳苦就不再是劳苦，主这些劳苦反复成为一种力量、一种动能，用我们的奉献、在交托、在敬拜、在侍奉、在工作、在婚姻、在亲子关系、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动机都是为了主的时候，有上帝都会变成一种喜乐、一种力量。干嘛再次感到有那个喜乐从心中涌流出来？是因为主上帝，我们没有别的神，我们只有你，我们只有你。可以从你那里得到无限的力量。主这就是但是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生活得力的秘诀。主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真知道，主，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次的危险，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次的艰难，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水火。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主你都能够解决，主你能够帮助我们对我们的人生负责，主帮助我们在今天早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你居首位，当我们在敬拜主，你是独一真神的时候，主你必定能够赐给我们今生跟永远的福气，因为我们相信你就是这位创造者。你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上帝，谢谢你听我们在面前祷告，奉耶稣的名。还有不好的经历。
Panginoon. Maaf, kami bukan Yoma Murana, kami Yoma. Musuhan kami diminta etan niya, o etan niya. Maaf, 奶奶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再一次让我们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真的是幸福，因为主你拣选我们，我们认识你，我们抓住你的话语，成为你的百姓。主真的是谢谢你，主啊，弟兄姐妹这一点点的奉献，主啊，求你来祝福，让我们的施工能够倍加。主，我们这样子仰望在你手中，恳求你去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在工作上，在学业上，主啊，你大大的赐福。主，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Corre para Dios, Mateo, dejar el campo, maíz, Malay mararita ay mula sa palaban sa pangayik ito ulang kawas at ikaputupang sa ating matingkap sa biasa at itawag tulas. Amen. Amen.